笑微微，不过采访的时阵却是真严肃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接受媒体专访，头一遍讲到愿意接受挂号配。那既然是蓝白，就是合作，就不是联合游戏，不是淘汰游戏。两个人在一张选票里面。做副手会使，也毋过有条件，必须爱是后挂配或者是挂后配，而且两个人的名字甲相片一定爱伫同一张选票顶悬。是讲免组合，侯友宜民主初选的选票早就准备好势。你认为倒一个是上强的组合，搁再单出民调初选占一半一半的方法，而且貌似底线，限期郭文泰伫明仔进行回应。所以在这2-3天，大概就要决定要不要用这样一个出选的方式，产生一组最坚强候选人。柯文哲市长一定有一个智慧的一个判断，大家同心齐力到顶行。郭文泰预计伫明仔下晡2点，就召开记者会回应侯友宜，其中也包括郭台铭的阵营团队针对瓜果整合，内部也传出3个方案。第一是瓜果配，或者是由郭台铭推荐副手。第二，郭文泰参选，郭台铭担任团队未当欠缺的角色。第三，遵照2019年合作方式，由郭台铭推荐人选挂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参选。柯文哲主席希望可以整合在野力量，达到政党轮替，让台湾更好。看那边出现整合的机会，民进党的赖清德唔敢放松。蓝白合如果基于理念啊。那是职务分配了。如果不是因为理念，那他们的和就是权威的分赃。赖清德照步来，继续慎用政策，面对局势，以不变应万变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